所以，咱继续来看外场上新的消息，这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甲伊副手萧美琴早起去中选会登记。咱来听赖清德即马上新的讲话。有非常丰富的行政经验，那同时这2年多来，我也集结了超过200位的专家学者，提出了国家希望工程。我们要打造民主和平的台湾。创新繁荣的台湾，以及公益永续的台湾，再加上蔡英文总统这7年来的执政，我们不管是国安团队、经济发展的团队，或是社会安全体系建制的团队，都非常的丰富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2个人代表的是稳健执政的态度。台湾必须要在稳健的路上持续前进，台湾经不起纷乱了，台湾也不能够试验。我希望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，稳健的让国家继续进步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在这一场重大的选举当中，总统非常重要，副总统非常重要，敬请大家鼎力支持以外，国会过半也非常重要。这一次民进党不管是区域立委的提名，或者是不分区立委的提名，都是秉持跨党派、跨世代、跨领域的原则，就是希望能够结合台湾社会各界的民主力量，共同承担这个重大的使命。因此我敬请全国的父老乡亲，在你的区域选举里面能够支持民进党所推荐的优秀的人才，政党票也能够支持民主进步党，让总统赖清德、副总统萧美琴高票当选，让民进党国会能够过半，让国家更有力量，在正确的方向上稳健前进，大步向前。谢谢大家，拜托大家。那咱看到的是赖清德和伊副手萧美琴伫早起去中选会做登记。2024总统大选赖萧配头大9点的时，已经伫中选会完成登记。伫头大讲话时，赖清德嘛有表示讲，希望大家伫明年选举的时3张票拢会当支持民进党，和民进党会当完全执政。这是即马伫咧中选会外口咱看到上新的画面。